一次多一两没呢？哎，多一两没？好比，哎，小姨把这个拿一下。你看他们的生活条件太差了。来，你买的什么？几表？哎，好比，记嘞。哇，这2条手镯好漂亮哦！这一条冰飘绿花手镯，清新淡雅，飘花浓郁，底妆干净，还做了一个平安扣，更显种水。边角料还做了一条手串，手串也都取到了飘花，增添了几分灵动的气息。这条天空蓝的手镯，颜色丰富晶莹，晴空万里，非常清爽。像这么底妆干净的天空蓝手镯也是非常难得。你妈嘞打不牢嘞？呀，离灯呢？呀，为什么离灯？哦，离灯。哦，这个他要40万，折合人民币的话就是800块。你妈嘞打，我的不标，你的不了，压来了。压了。你妈嘞打不牢嘞？对啦，有啥个？昨天妈都拿嘛，你来养呢说，第谁有？昨天妈对哩，俺说昨天妈有，昨天妈背。哦，他说这个我经常给他买，叫我看着给价。哎，阿妈呢等东西回来啊。哦，压了，背没。哦，结束吧。这个嘛，我就给他300万。第二个，我要加一下的，我要加个的下个等70背啊，等70。哦，等70。这2个，她老公说最低要是800万，800万的话，折合人民币就是16000块。你妈嘞，打累压嘞，哎，等苦来噻，你妈嘞，压来了。啊，看那里有我都生他来我天嘛，看那啥，哦，好比。